你知唔知依家我哋講嘅父權社會究竟係點樣誕生嘅？大約5000年前，青銅時代，世界上仲有好多母系社會，大家和平共處，互相扶持，尊重帶嚟生命嘅女性。但氣候開始變得乾旱，水源減少，農業又冇發達，食物唔夠，生活要靠大自然嘅恩賜。呢啲環境壓力正係父權誕生嘅前奏。最初係耕田生活，但土地資源有限，收成斷斷續續。為咗生存，部落慢慢開始半游牧。男人要帶住牲畜去遠方揾草場，再到全游牧，大家成日遷移，成日揾水源。你要不停有足夠嘅草原養住一班牲畜，當附近又有其他部落守住肥地，唔夠食嘅問題變成可致命嘅競爭。於是擅長騎馬、力氣大嘅男人變成必須嘅戰力，戰士階層就咁出現。當呢班戰士走到另一個母系村落，佢哋做嘅第一件事係先殺咗成年男性，因為佢哋承擔主要勞動力同防禦力，殺咗佢哋，對方就冇辦法反抗。然後佢哋會俘獲當地嘅女性同孩童，將能生育、能延續後代嘅群體掌握喺自己手上。更惡劣嘅係，曾經極受尊重嘅女性，竟然成為暴力同性暴行嘅對象。某啲人甚至以性侵女性當作消遣，原因好赤裸，一方面係滿足私欲，另一方面係用身心恐懼強迫女性臣服，透過恐懼改寫權力關係。當掠奪變成常態，佢哋開始制度化獎賞，做得勇敢、搶得多嘅男性可以得到更大嘅房屋、更好嘅地、更多牲畜，甚至更多女性。獎勵唔單止係好處，仲係一套激勵與懲罰嘅系統。跟得上就升階，分得更多；跟唔上就被淘汰、被剝削。呢啲規則慢慢變成社會法則，階級開始形成。母系社會入面原本嘅互助平等被拆解成等級分配。最終佢哋知道，只有恐懼同分化先可以長久控制女性，所以佢哋會將女性分開囚禁，拆散社群連結，令佢哋互相懷疑、互相指責，無法齊心反抗。之後，男性會再講一啲規矩同謊言，例如你生嘅仔係屬於我嘅，唔係因為你嘅子宮，而係因為我提供你食同住。利用資源捆綁依賴，令女性無法靠自己重建自主。結果就係女性嘅團結被瓦解，生存資源同話語權被奪走。於是透過暴力、獎勵、分化同文化謊言，父權雛形被建立。男性掌握生殖、血統、土地、資源，階級制度被固定，女性被物化同控制。呢啲唔係偶然發生，而係有計劃、有目的嘅策略。下一期我會揭開更進一步嘅過程，城邦、宗教、法律係點樣將呢套機制制度化，直至變成延續千年嘅社會秩序。唔好錯過。